台南市政府为了要加速度来提悬着疫苗的注射率，开设真侪大型的注射站。伫个规人区的7甲甲8甲里，阁特别安排专车，甲当地乡亲载到安平注射站，统一来注射，就是要互乡亲会当早日有疫苗的保护。画面上会使看到有真侪民众拢咧等。这是伫台南安平的疫苗注射站，是规人7甲和8甲里的里长带里民做回来注射，希望大家赶紧得到疫苗的保护。台南市市政府交通局马上来处理，马上介入来处理这个代志，所以咱才有今仔日，咱的乡亲会当遮尔轻轻松松，非常的顺利来到这个所在注预防射。即天会使自贵人来到安平注疫苗，是市府的交通局的安排。有2台专车接里面来注射，毋但是增加规个里的疫苗注射率，比伫在地真数字嘛有更较好的效率。咱的长辈接受度非常的好啦，总阮头好1台车头15岁。为着要让大家拢会使注到疫苗，台南市府推出各种新的办法，嘛期待民众会使加利用和配合，互注疫苗的过程会使更较顺利。